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今日示範兩個包4角粽嘅方法，分別用咗4塊葉同埋2塊葉。第一日同埋第二日用嘅粽葉都唔同。第一日嘅包法，我用咗比較瘦嘅豬肉，2塊粽葉尾搭尾，整咗個窩形之後，好似個畫面咁，就開始入糯米。開邊綠豆、豬肉、鹹蛋黃同埋爆香咗嘅乾葱頭，1小嚿冬菇，1粒栗子。因為呢個米嘅高度呢要高啲，所以側跟我放多1塊葉，夠高啦，可以再加多啲餡，加咗綠豆邊，放平均一啲。跟住就再蓋上糯米，整得平均，用個匙羹壓一壓個面，等佢平均一啲。因為呢啲葉呢，你見到佢都係有窿啊，所以呢就穩陣啲，再加多1塊，將一邊收入去。接咗個角，另一邊就翻過去，冚住啲糯米同埋啲餡，整順咗啲葉，然後順翻一個方向，翻過去，一定要冚住頭先個接口位，避免糯米由嗰個位走出嚟。可以放繩啦。咁我呢個用咗水草，咁啊沿住個肉粽包緊佢。一啲多餘嘅葉片可以剪走，跟住可以綁個結。咁呢個肉粽就包起啦。因為呢個葉比較軟，所以呢一個粽呢，我用咗4塊葉去包嘅。呢個第一日包嘅粽子，擺落個大鍋，加入室溫水，水要蓋過肉粽再多一啲，再加個蒸架，避免煲嘅時候呢，嗰啲粽子會浮起。中途如果要加水嘅話呢，一定要加熱滾水，繼續煲。呢個粽比較大隻，我煲咗4個小時，水滾後開始計，熄咗火之後浸3個小時。跟住就可以攞出嚟啦，拆一隻出嚟睇，開咗就咁嘅樣啦。跟住第二日嘅包法，餡料減走咗栗子，減走咗冬菇。呢個包法呢，只係用2塊葉，留意咯喎，1塊我哋要用大少少嘅，個尾呢就圈返落去，好似而家畫面咁，加多1塊粽葉。用個尾部入去，2塊粽葉畫面向糯米嗰邊，有冇留意啊？佢而家打開呢個位比較闊同埋大，咁啊變咗有個好大嘅兜咁盛載我哋啲糯米、綠豆邊同埋啲餡啦。我通常都係落2羹多少少嘅糯米，然後就羹半開邊綠豆。開邊綠豆發起咗之後呢，佢好大粒啊！雖然佢話羹半呢，但係都好多噶啦。然後加鹹蛋黃。今日呢個豬肉呢，就比琴日嗰個呢肥返少少，咁啊再落綠豆邊、糯米，一樣將啲餡料整平均，壓一壓佢先，然後喺個向住自己嘅葉子向對面收。因為呢啲葉呢都比較軟啊，比較難收。如果呢覺得有困難嘅話呢，就用返第一個方法。雖然係嘥多啲葉，但係就穩陣啲咯。呢個我包都有少少麻煩嘅感覺。跟住個頂嗰度呢收返落嚟，手指公個位一定要按實個粽子，
一鬆手呢，個粽就要包過噶啦，落水草去包佢啦。成結開始嘅時候，尾端向下，沿住上面圈2圈，鎖緊繩頭，從種子嘅底部圈返上去。打個死結。咁呢個粽呢，就用咗2塊粽葉，但係呢個粽葉呢，你要揀啲實淨啲冇窿嗰啲先至得。如果唔係呢，佢煲煲下呢都會爆口嘅。嗱，呢個就2塊粽葉包嘅4角粽。好啦，等落去煲。最拉尾呢2隻呢，我包咗5角粽嘅。下面有個視頻連結，有所有包粽嘅材料同埋包法。而家開一隻第2日包嘅粽子。呢個雖然係少啲餡料，但係出嚟嘅效果都唔錯。最簡單，但係都係好食。最緊要個鹹蛋黃要靚。個豬肉呢有少肥嘅，其實係俾翻啲油份俾啲糯米，更加香，更加油潤。希望今日呢個分享幫到你。有咩問題喺留言區度留言，我會盡快覆你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